咩问题？一只尾本骑走，咱骑走片面话，关于面的斗争，咱骑走片面话。妹来到，妹来到，妹来到，外海呢？外海呢？外海呢 ？No， 高啊 ，no 高啊。妹掐拖叶，妹掐拖叶，夜久光真妹前夜内在，夜久，夜久光。光真妹前夜里在，夜里在，妹来到外海呢，坏狠的外海呢，老高，老高啊，妹掐头，夜久，光真，妹呢？妹前夜里在，夜里在，妹来到外海呢？老高啊，妹掐头。夜久光真妹前夜里在，光真就是什么？就是免除了，你欠我的债。妹来到外海呢，老高，这个老高，你这做仆人的这个奴隶高子，高这个别人不一定能写出来啊。他说我是高级人，我是高级人，我是教授，我是这样的，他狗屁都不是的，他根本就写不出来这个字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字别人凭什么？人比如说，那个短命高子，高子就是这个短命高子，他们根本就不会，我跟你说，妹掐妥叶，夜久光子妹前夜列在。妹来到外海呢，老高二，妹掐拖夜久光子妹前夜列在。这个高别人不一定写得出来，他们其实什么都不会，他们都是假的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